藏族品牌班加雷拉的创始人。然后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为大家演讲啊。今天我演讲的题目呢是高原之花绽放于世。我将把自己的这个创业故事和这一路走来的点滴分享给大家。我是一个90后的，我出生于1995年，来自这个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说到色达，想必大家都应该知道，因为很多人来到色达都会被这个色达的美丽给吸引。然后呢，这里有神圣的这个拉荣五明佛学院。然后我在色达呢，就是不仅是这个环境美丽和这个宗教信仰的熏陶，还更是这种家乡人民对这种服饰的热爱。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然后呢，这应该是从我出生就印证了，因为我赶上了一个美好的时代。2015年，一次巴基斯坦的之旅呢，彻底改变了我接下来的人生。走在这个巴基斯坦的街道上，我看着这个所有人都是穿着自己民族的衣服，然后呢，显得这种民族氛围非常的浓厚。我觉得走在这个街道上，我就觉得特别美。那么当时给我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我觉得在我们那边现在已经很少能看到，就是穿着藏装在大街上走啊，大家可能几乎现在都已经是自己的便装了。所以当时心里其实这种有点心酸啊，就有点难过。然后呢，缘分呢真是一个这个奇妙的，非常的奇妙啊！我在这个 Raco，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稍微等一下。这位是 Raco，Raco 呢是我在巴基斯坦认识的一位这个服装商人。那正是因为他的出现呢，就是我对这个时尚呢有了不一样的一种看法。Raco 呢，他呢就是跟我讲到了很多这种巴基斯坦这个服装的文化，我自己觉得就是太多的这种历史渊源和这个太多就特别的意义都展现在了他们的服装上。那么我也很骄傲的就跟他讲，我说，我们服装的这种独特美丽，我们服装的这种一些美，我都跟他讲到了。但是呢，已经就是前面已经看到这个，在这个街道上看着别人这种穿着自己民族服装，然后氛围都非常的浓厚，其实心里就想到，为什么我们那边现在就没有这种氛围了？但是我还是很骄傲的讲到了这一点，我们服装的独特魅力。因为在我眼里，我觉得我们民族的服装是最美的。就是这样。Raco 呢跟我讲了，就是很多他们这个服饰的这些一些文化，这个呢也是他们的服饰。然后我呢决定把他们的这个服装带回去。回国之后呢，刚好也是碰上了这个微商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式的这个电商平台。那么有一天呢，出于一个好奇心，我之前在巴基斯坦就是买了这个衣服之后穿上就拍了很多照片，女孩子嘛都喜欢自拍呀，然后特别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拍照的人，然后呢就拍了很多照。回国之后呢，我就出于一个好奇心，然后把穿着这个巴基斯坦衣服的这个照片晒到了这个朋友圈。那么让我很惊讶的就是，没到5分钟，我从巴基斯坦拿回去的这些所有衣服，就没到5分钟，所有都卖完了，一售而空，所有的卖得特别那个火。然后这样呢，我的微商之路就慢慢开始了。然后呢，这一年里我是在上大学，早上起得非常的早，晚上又睡得特别的晚，然后中午这个时间呢，我几乎都是在发货。然后呢，这个没有课的时候和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就会选非常漂亮的这种地方去拍照。然后呢，我拍照是比较讲究的，我喜欢找一些适合我衣服的地方去拍照，所以要去到很远的地方拍啊这些。这是我的这个一些就是微商的时候的一些日常的这个拍摄，就这些拍摄。然后呢，在这一年里，就是我不仅积攒了一些这个积蓄，然后呢，我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积累了这个一定的粉丝量。那么这一年里虽然就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也感到很快乐。然后呢，在这一年里呢，这一年我21岁，然后我领域到就是但凡机遇绝非偶然。
这些是我做微商的时候的一些日常。那么反反复复的，就是拍照发朋友圈，然后呢就每天都在发快递。那当时呢也没有什么好的什么，就是没有自己的工作室呀，然后又是学生，那么就只能在家里每天这样发货。然后其实也特别辛苦，但是也特别快乐啊，这种日子。然后呢，从这个巴基斯坦之旅之后，我呢有一个这种大胆的想法，我想把，我想把我们的这个民族服装做得特别好，我想让我们所有的藏族人重新穿上我们的这个藏装。那么我呢得知印度是一个这个丝绸之都，那么我就决定去那边看看，穿越了这个喜马拉雅，走到了这个云中天堂印度。那么我和服装的这个缘分呢，可能就是在印度，结下了这个非常好的缘分。那么刚到这个印度的时候，我被这个当下这种就是艰苦的这种条件深深的震撼了。交通特别乱，乱到极致。然后呢，反正但是正因为这样的地方吧，我觉得他们那边的人就是生活过得十分的有情调。这是当时在印度的时候。那么虽然它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是生活条件也不好，交通也非常乱，环境也特别恶劣，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生活过得是非常的有情调。那么这是印度瓦拉纳西，瓦拉纳西呢，它是一个这个就是它这里拥有最好的这个真丝绸缎啊。然后呢，去寻找这个面料的路途非常的辛苦，然后呢，路途波折，就是特别的辛苦。但是呢，我为了更好的呈现出好的作品，为了更好的找到这个原材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就值得啊。所以受了很多苦，但是还是觉得非常的值得。这是在印度这个选材料的时候。印度它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所有的这种真丝面料，比如说像我今天穿的这种面料，虽然它中国也能做出这种面料，但它这些所有都是从这个机器里面压出来的，它里面也含有很多这种纤维，对人体是不好的。所以呢，在印度呢，这些所有的面料它都是手工织出来的，然后时间也比较长，价格也可能比中国的面料相对来说高一些，但是呢，你穿在身上没有什么害，它因为里面含的没有什么纤维啊这些。然后我为什么要在上面说到这个传承呢？因为我通过我自己的这个观察，我觉得现在这个年轻一代的藏族人，完全就对这个传统服饰的传承就没有一点概念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又笨重又不时尚，所以在这个重要的场合和重要的日子穿，已经是他们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接受范围了。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年轻一代的也好，什么样子也好，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出席什么场合，不管是平常，我们都应该把自己民族的衣服穿起来，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这种，我们民族的服装里面这种太多的这种几千年的这种文化，是很不一样的。虽然当巴基斯坦的这位商人跟我讲到他们服装的这种美丽，但其实我也很想跟他讲很多，但我当时没有讲到很多，因为我当时的这个情绪吧有点低落了，我就觉得我们那边现在穿藏装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我通过这个旅行之后呢，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藏装做好，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重新穿上我们的这个民族服装。然后呢，我呢为了更好的就是呈现出我的这个设计作品，那么我就前往北京去学习了。我在学校呢是一个学这个金融专业的，然后因为这个专业呢有很多原因，之后有一篇我可以跟大家讲到。那么从这个金融专业跨越到这个服装设计这个专业啊，拜访这个著名的服装设计师顾宁老师。顾宁老师呢，他是一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设计师，他的设计主张是民风国际，他很擅长于把中国这个当下的元素融入到这个时尚潮流里面。然后呢，跟老师见面之后呢，老师也了解到我的情况之后，他也就是非常的支持我，也非常的喜欢我，并把我视为这个学生
去带去教授。这一年里，我呢就是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呢，就是除开专业以外的，我也学到了很多这个新概念。临走前，老师跟我说让我再待个2、3年，让我留下来学习。但是因为我在成都呢筹备了一个这个实体店，那么为了更好的让大家体验到我的服装，所以我只能回去把这件事儿进行下去。这是老师的这个设计的主张。这是与老师的这个留影。这个是我这个首家实体店，在这个四川成都。然后，当时其实是才毕业吧，觉得这个店非常的大，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哇，我实现了我的梦想那种感觉，就觉得我开了一个服装店多好呀。但现在看来确实非常小，但是这里有太多我的这种美好回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温馨。因为当时在成都，你们应该不太了解成都的这个市场，因为在成都武侯祠这一带，如果你要去找个门面，你没有一个70、80万的转让费，你是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好的店面。但是刚好这边呢是一个这个藏裔商场，它是一个这种藏族各种就东西都可以在上面卖。那么当时呢没有转让费，然后呢租金也还行，然后呢就拿下了这个铺面，然后包括里面的这个设计啊、装修啊，都是自己亲力亲为。因为你去设计，你再去找一个设计公司，那你也要花费很多钱，因为学生呀也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只能自己去创意，自己去设计。然后呢，这是我这个成都的首家的这个实体店。然后呢，通过设计的学习，通过面料的这种选材，然后呢在这个2016年上半年，我呢就终于注册了这个属于我自己的品牌班扎乐嘎。班扎乐嘎呢，它是这个藏民族古时候贵族人家必穿的面料，它是由这个地名和面料制名结合而成的，就这个意义。我觉得就是做一个品牌和做好一个品牌是不一样的。我将把我自己的品牌定位于高贵、时尚、独特的现代都市民族风风格。那么我想要把班扎乐嘎品牌打造成一个传承民族文化、浪漫、经典、魅力且富有个性的这种服装品牌。这是我的服装的这个品牌定位。这个呢是才开始就是品牌发布的时候的一些拍摄，这是最近的一个新品拍摄。那么就是在这个成都有一个叫加入空间的，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通过这个加入空间的帮助下呢，我就成功的举办了我的这个品牌发布会。那么品牌发布会呢，就跟我的这个前辈们一起，给大家分享了藏族这种时尚前卫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因为在这些前辈们身上也能学到很多东西。这个呢是在这个品牌这个发布会的这个现场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我认为就是反正自己一路的坚持，一路的，我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啊，然后我就一直都坚持努力。然后呢，在这个品牌这个创立半年之后呢，也接受了这个香港 TV、四川卫视、康巴卫视、安多卫视等的这些媒体的一些专访。那么这些是专访的一些照片，然后呢，这个是2017年我被这个受邀参加这个米兰国际时装周。那么很多人肯定好奇，我为什么就是能去参加这个时装周？其实也是一个就机遇巧合，应该是自己运气还是算比较好的了。那么在有一次这个晚宴，我去参加了一个晚宴，那么这个晚宴有各行各业的人，那么在里面呢，我碰上了一个这个米兰的这个设计师。
那么这位设计师呢，当时他其实没有跟我说他是设计师，他就一直在跟我聊天，他就说你穿的这个衣服很好看，这是哪里的衣服？然后就一直在那里问我。那么先我就一直都在跟他讲，我这是我们藏族的衣服，然后呢又是怎么样子的，又是自己设计的这样。后面我才知道他是一个意大利比较有名的这个设计师，当时就在想，我一直都在那里跟他讲我的服装，就有点害羞，因为他的设计确实是非常的棒啊，我有点不好意思在他面前提我的设计，但是因为他先没有说他是这个服装设计师，就一直在看我的衣服。但是我去了那个晚宴，他其实对我，他为什么要来跟我聊天？那他是注意到了我这个衣服。那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服装的，真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所以不管去任何地方，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把自己民族的服装穿出去。那么我就跟他讲到了我的这个服装这一块儿，当时他跟我说，他就是意大利的这个服装设计师，那么他有他自己的公司在意大利，那么他说，每一年他们都会有这种，每一年春夏的时装周，他们的品牌都会去参加，那么他就说，有幸的话，下一次把你邀请过去，展示一下你们那边的服装。我其实当时心里想，应该不可能啊，因为我目前那个时候我没有想我要那么快的去站到那么高的舞台，我没有想过，真的，我是想脚踏实地，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做。我就想，好的，我就说好的，反正我在想他应该是在跟我开玩笑啊，就这个样。但是呢，1个多月过后呢，我就收到了这张邀请函，我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啊。那他就跟我说，让我带几件我自己设计的作品过去。那么当时我纠结了很久，我想了很久，我在想，我的设计还没有达到那么好的，就是能带上国际舞台上的这种，确实没有达到，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我觉得没有达到。那么我就在纠结，我到底要带什么样子的服装过去，要怎么样子去展现它。那么我呢就带上了我们这个最传统的这个服装，包括服饰，那么是也没有让他们的模特穿，自己觉得自己像个模特一样，然后就自己穿在身上，然后呢就出席了这个米兰国际时装周。那么这个呢是当时在米兰这个时装周的现场。那么当我穿着这样传统的衣服，这样传统的头饰，在这个 T 台上的时候，所有的人的目光、聚集灯全都在我的这个衣服上，我非常的开心。没过一会儿，掌声就响起来了，我特别的开心。但是我上去，我并不是代表我一个人而在台上，我觉得我代表的是民族。如果我是代表我个人，我可以设计一个我的衣服带过去，但是我觉得我代表的是一个民族，所以我必须带我们最传统、最原始的服装过去。那么这当时是在 T 台上，然后呢，这是跟模特们的合影。这位呢是这个咱们有个奢侈品品牌叫芬迪，大家应该都知道芬迪，她是这个芬迪的这个第5个女儿的之一啊。然后呢，她呢有她自己的这个品牌。虽然他们自己的这个芬迪的这个品牌做的是非常的好，但是呢，他有他自己的品牌，他自己的品牌又是怎么来做的呢？他呢是通过这个回收这个回收物来去创新这个杯子、包包，然后包括一些那个动漫的画。那么这些东西又是谁创作谁做的呢？都是这个牢房里面的这个劳人们做的，他们做的非常的好，因为他们平时也没有事儿，所以他把这些所有的回收过来的这些东西，全部拿到他们那里去做。然后这是跟这个设计师和模特们的一些合影啊。其实我在米兰的时候，他们问我是哪里的，他们问我是哪里人，我跟他们说我是藏族人，其实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藏族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只要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这种一点点努力，走向这种世界的舞台，走向这种国际的舞台，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我也希望以后有这种更多的人能把自己的服装品牌，也有这样子的设计师带上这种我们的国际舞台和这世界的舞台，我相信一定会有的啊。
从这个意大利回来之后呢，也参加了一些这个是这个国际西博会现场啊，西博会的现场。然后呢，2017年我被这个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外聘为这个客座讲师。那么这是一个讲座，然后再跟这些学生们讲课。那么这些学生们确实都跟我差不多，也有比我大的。让我去教他们学习的时候，我其实压力很大，因为有些学生比我大，有些学生跟我差不多，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教他们。但是我先去的时候是这样想的，但是去了之后，其实学生们非常的喜欢我，我觉得我也能给他们带来一些这种正能量。然后呢，之后呢，跟这个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北京服装学院呢一起举办了这个尽美学的美好生活的一场服装秀。那么呢，这5套衣服呢，就是现在展于这个拉萨的这个博物馆。设计衣服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有可能在你们眼里看到这些衣服就觉得因为它已经是成衣了，它已经展现在你们面前，你们觉得这可能就还是比较简单，看着比较简单。但设计的过程真的很漫长，通过你的设计灵感，然后反正就是各种元素的这种搭配，反正就是很累的。但是呢，我觉得累也值得啊。我展现出来的衣服，当时他们都非常的喜欢，然后我就心满意足了。然后这5件衣服呢，现在展于这个拉萨博物馆。然后呢，平时也参加了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服装秀。这些呢是服装秀的一些现场的照片。那么一个这个服装秀的这个秀款和这个生活装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服装秀可以浮夸，可以夸张，可以把你所有的你想的这个理念、你想的这种观点都融入进去。但是我觉得平时穿的这样子衣服，你是平时是穿不出去的。所以这个设计的话，也需要考虑到很多的这个观点。然后呢，这是我品牌这个1周年的时候，的一个照片。这个是我父亲，讲到我父亲就有很多故事啊。我父亲呢是一个，我父亲也是一位商人。然后呢，我父亲他非常的不同意我创业，他觉得一个女孩子稳定一点，然后呢，就反正上个班就 OK 了，就这样。但是呢，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没有办法就是按部就班，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那么我也有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我没有办法跟父亲沟通。那么这一年，我从创立品牌到这个我1周年，我跟我爸爸差不多就是都没怎么说话，一直都是处于这种怎么说非常难过的状态啊。说到我爸爸，我确实有点那个。我爸爸呢，他觉得女孩子不要那么辛苦，因为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儿，就独生女，他就希望我不要那么的辛苦的去创业，就做点事儿就行了。但是呢，我又不听他的，就非要做这些东西。但是呢，1周年的时候，我爸爸还是陪我一起来吹了这个蜡烛，我觉得非常的开心。不好意思。其实父亲他并不是说不想让你干你喜欢的事儿，但是呢，他就觉得一个女孩子不要那么辛苦，他就觉得好好的待着就行了，不要搞那么多东西啊。其实父亲是为了我好，但是呢，我有我自己的喜欢的东西，我有我的理想，我想去追它。但是1周年的时候，我爸爸还是相对的来说稍微认可了我一点，所以我感到就是非常的开心。同样在座的都一样，我相信今天也有很多学生，也有很多你的父母也是不让你去创业，不让你去做你喜欢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就是，我觉得你的孩子有他想做的事儿，我觉得你应该让他去追，有可能他会闯出一片天地，有可能他不行，但这也是一个经历，我觉得很美好，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是我品牌的2周年。2周年的时候，我爸爸已经完全同意了，就很开心了，不需要再哭了。这是2周年的时候。
2周年呢也搞了一个这个服装秀，这是这个服装秀的现场。那么之后呢，这个我的店，这是我纳曲的加盟店。那么说到加盟呢，我对加盟呢会有一些要求，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加盟嘛，反正有人加盟就接，有人加盟就接。但是我觉得我做的这个品牌并不是为了，我不能说我做这个品牌不是为了赚钱，我肯定是为了赚钱，我肯定是需要生存的。但是我觉得做好文化是重点。那么纳曲的这个加盟店呢，刚好他的这个老板也是非常喜欢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那么同样他也很喜欢这个服装，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聊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应该适合做这个民族服装，那么我就把这个纳曲的加盟的这个授权就给了他，这是纳曲的加盟的这个实体店。那么这个是拉萨的，那么为什么说拉萨和纳曲的这个加盟店的风格不一样？我在这一块儿我又有一些这种就是不同的观点。纳曲的这位老板比较传统，那么我觉得他比较适合这种装修风格，那我就跟他设计的这种装修风格。那么拉萨的这一个呢，也是跟我一样，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一个女孩，是比较对这种时尚是比较有多的了解。那么我觉得她应该融合，所以这是我拉萨的加盟店，这是我纳曲的加盟店。然后我觉得很多人肯定会质疑我，就是说，为什么你如此的年轻，然后你能得到这么多荣誉？那我就觉得，我自己认为这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么女性，你也可以通过你的努力实现你的理想，这是绝对没错的。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女性们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和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呢，时间我讲的有点多了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我就是没有就是在乎自己需要是一个就是我有什么设计师的名号，我没有这种观点。我也不是一个非常什么优秀的设计师，我就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东西就是我喜欢做的东西，我想做的东西就够了，没有太在意服装设计师这个名号。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部分的一些作品。那么作品太多了，我抽选了一些给大家看，也有传统的，也有这个融合的，都有啊，大家就欣赏一下。这是今年的这个秋冬的一个新品，包括它的这个拍摄的现场、拍摄的风格，我都会根据衣服去设定、去设计。然后呢，这个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这个设计师和设计师的书。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喜欢设计服装的，但是我推荐给大家，这个鬼才设计师和这个山本耀司，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社会呢在不断发展，年轻人始终拥有自己这个一方的这个天地可供你们自己去翱翔，所以不要在乎自己的年纪，也不要在乎自己的这个性别。我希望大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你才不会后悔。然后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